大家好，首先祝願道教青松小學40歲生日快樂！學校繼往開來，桃李滿門，精益求精，再創高峰。我係黃友嘉，教育統籌委員會嘅主席。我喺度祝賀道教青松小學40週年致慶，祝賀你哋百尺竿頭，為香港培育更多才德兼備嘅青少年。大家好，我係香港消防處處長楊恩傑，祝道教青松小學40歲生日快樂。大家好，我係社會福利署屯門區福利專員何婉明。今日好開心可以喺呢度祝賀道教青松小學40週年嘅校慶。一直以嚟，道教青松小學作育英才，成績斐然。我喺呢度祝願學校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。40歲生日快樂！我係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。我知道咧，道教青松小學咧已經創校40週年啦。我呢度咧好高興，祝賀青松小學生日快樂！我哋中國有句古話叫做40而不惑。一間學校辦咗40年，當然已經有豐富嘅經驗。喺原來學校創辦嘅宗旨之下，已經做出好嘅成績。我喺呢度咧，對於青松小學以往得出嘅成績表示熱烈祝賀，亦都祝願喺未來嘅日子，佢哋喺辦學方面創出新嘅輝煌。多謝大家。道教青松小學40歲生日快樂！大家好，我係梁榮武，天文台嘅前助理台長，恭賀道教青松小學40歲生日快樂！呢一個40週年咧，說不簡單，可以話咧係作育英才，10年樹木，100年樹人，能夠喺教育界裏邊長青青松。咁今日咧，我好開心咧，就知道咧係道教青松小學咧就40週年嘅校慶。喺過去嗰40年嚟咧，透過歷屆嘅校長啦同埋老師嘅努力啦，學校嘅校園日紅，我哋都知道咧，道教青松小學咧喺區內咧係深受家長嘅歡迎。我對大家嘅得到呢個咁樣嘅成就咧，深感欣慰嘅。咁亦都喺度再一次咧係恭賀道教青松小學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。
祝賀道教青松小學40週年生日快樂！希望道教青松小學繼續秉承興學育才嘅宗旨，培育更多優秀嘅人才。祝道教青松小學40歲生日快樂！耶！大家好，我喺呢度恭賀道教青松小學40歲生日快樂，恭喜恭喜！咁你一早知我咩班啦？生日快樂啊，道教青松小學！